日前华航机师发起罢工行动，让不少人开始关注劳工心声。综艺天王吴宗宪的节目先前也探讨起罢工，没想到宪哥倾听完劳工诉苦，竟反过来劝他们吞下去。有网友看不下去，在网上痛骂宪哥根本惯老板。有网友在匿名论坛 Dcard 上发了篇题为"昨天的小明星大跟班真的傻眼"的文章。原来日前宪哥在节目中请到各行各业代表到现场吐露心酸，没想到宪哥发言引发争议。像是有护理师抱怨薪水少又辛苦时，吴宗宪竟表示：但是你们做领高薪啊！你们工作辛苦，但是又帮助人又能赚钱，你们护士不缺工作的，甚至表示新的护理师薪资最便宜就38000元左右，被来宾当场吐槽。此外，宪哥还批评机师月薪30几万还要加薪吗？对于有超商店员抱怨店长变相增加工时，他也说不用互相计较那么多嘛，直指超商店员上班可以免费吃喝店里的东西，结果立马被反驳。对于店员抱怨店长，他则说又是菜鸟新生，你就干到店长吗？原本是要倾听劳工心声，结果却反过来劝人吞下去，被网友痛批根本两个世界的人在沟通，自己是老板在艺能界横着走，所以 don't care。别人领30万他嫌多，是否看看自己领多少，自己涨了多少次价码呢？像主持人、来宾这种精英、高收入者，什么时候想过理解基层劳工的心声了？用这种做节目，自己却是惯老板的心态，会不会太可笑？